大家好，我係 K。早排我就好開心，成功幫客人配對咗港島南區豪宅上盤，豪裕嘅一間4房大宅。客人揀咗個風和日麗嘅今日收樓，發展商派出4人團隊隆重接待，簽收入文件之後就正式拎鎖匙開門成為業主啦。然後發展商即如耐心咁樣陪客人檢查屋企嘅家電同埋門窗，喺美麗嘅夕陽陪伴下，阿 K 嘅收樓工作亦都順利完成。咁可以喺過去嘅3個星期有可以沽出咗6個大宅。點解呢一度嘅銷情會咁好？我哋用1分半鐘嘅時間一齊了解一下。首先就係呢一度背山面海，戶戶向南，所有嘅單位都可以擁有無遮擋嘅壯闊海景，同時亦都可以欣賞到翠綠嘅山巒景致，生活環境舒心寧靜。其次，項目提供全港非常震撼嘅低密度大匯景，絕大部分單位都係實用面積過2000尺嘅4房大宅，而且每一戶都享有私家電梯大堂。低密度高私隱嘅設計深受實力買家嘅喜愛。交通方面，由可以步行10分鐘就可以嚟到南港島綫嘅可怡半島站，坐電鐵2個站就去到黃竹坑，可以享受翻嗰邊嘅大型商場配套。4個站就順達商業核心 CBD 金鐘，6個站就可以過去嚟到九龍站，坐高鐵北上傾生意啦。咁阿 K 都經常收到老闆嘅查詢，問有冇車位啊？呢一度呢就完全唔需要擔心呢個問題啦，因為可以嘅車位數量仲多過單位，每一戶呢都可以購置最少1個車位噶。如果你係家長嘅話，當然最關心小朋友嘅讀書問題。咁可以就係屬於小學18校網，中學呢就係南區校網，另有多間本地嘅名校同埋國際學校，包括新加坡國際學校、加拿大國際學校同埋港大同學會書院。可以為子女提供優質嘅教育資源。喺會所配套方面，可以嘅豪華會所規模宏大，提供咗全方位嘅高端生活配套。其中呢，最矚目嘅就係設計精美嘅室內泳池，另外仲有超過5萬平方尺嘅綠化庭園，為住戶提供一個遠離都市煩囂嘅私人綠洲，可以喺呢一度盡情放鬆身心。目前香港樓市位於初升階段，樓價已經上漲咗大約4%，大家都要把握黃金入市良機。有啲家長好友了解詳情，預約睇樓。